yes I am. Free at last, He has ransomed me. His grace runs deep.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, Jesus died for me. Yes, He died for me. Who the Son sets free, always free indeed. I'm a child of God. Yes, I am. In my Father's house, there's a place for me. I'm a child of God. Yes, I am. I am chosen, not forsaken. I am who You say I am. You are for me, not against me. I am who You say I am. I am chosen, not forsaken. I am who You say I am. You are for me, not against me. I am who You say I am. I am who You say I am. Who the Son sets free, always free indeed. I'm a child of God. Yes, I am. In my Father's house, there's a place for me. I'm a child of God. Yes, I am. In my Father's house, there's a place for me. I'm a child of God. Yes, I am. Who am I that the highest King would welcome me? I was lost, but He brought me in. Oh, His love for me. Oh, His love for me. Who the Son sets free, always free indeed. I'm a child of
what he brought me, and oh, his love for me, oh, his love for me. Who the sun sets free, oh, is free indeed. I'm a child of God, yes I am. Free dust, he has ransomed me, his grace runs deep.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, Jesus died for me. Yes, he died for me. Who the sun sets free, oh, is free indeed. I'm a child of God, yes I am. In my Father's house, there's a place for me. I'm a child of God, yes I am. I am chosen, not forsaken. I am who you say I am. You are for me, not against me. I am who you say I am. I am chosen, not forsaken. I am who you say I am. You are for me, not against me. I am who you say I am. I am who you say I am. Who the sun sets free, oh, is free indeed. I'm a child of God, yes I am. In my Father's house, there's a place for me. I'm a child of God, yes I am. In my Father's house, there's a place for me. I'm a child of God, yes I am. Who am I that the highest King would welcome me? I was lost, but he brought me in. Oh, his love for me, oh, his love for me. Who the sun sets free, oh, is free indeed. I'm a child of God, yes I am. Free dust, he has ransomed me, his grace runs deep.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, Jesus died for me. Yes, he died for me. Who the sun sets free.我高举耶稣的名，
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心上更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之间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的盼望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们再次来宣告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荣耀归于天父上帝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，你有忧虑的事情吗？你今天来到教会是带着忧虑还是带着喜乐呢？不管任何的环境，主要与我们同在，对吗？我们将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他，任何环境我们都不用惧怕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。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，全能的上帝，他必保护你，你不要惊慌，更不要惧怕，全能的上帝保护你。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，全能的上帝，他必保护你，你不要惊慌，更不要惧怕，全能的上帝保护你。纵然有疲乏软弱孤独的时候，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。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，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。主，你是我的山珍，
主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主，你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。主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主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主，你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。纵然有疲乏、软弱、无助的时候，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。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，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。主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主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主，你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。主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主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主，你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。生命的道路，我主来引领，我要与主同行。献上我手上心灵，到主座前，谦卑屈膝。我主公义慈爱尽看顾，他名是耶稣，他是我尺寸唯一道路。耶稣，唯有主知道我所行的道路，赐我是怜悯的荣辱，我必如同荆棘，全然归于你。生命的道路，我主来引领，我要与主同行。献上我手上心灵，到主座前，谦卑屈膝。我主公义慈爱尽看顾，他名是耶稣，他是我此生唯一道路。耶稣，唯有主知道我所行的道路，赐我是怜悯的荣辱，我必如同荆棘，全然归于你。唯有主
我所行的道路，赐我是怜悯的荣辱。我必如同精金，全然归于你。唯有主知道我所行的道路，赐我是怜悯的荣辱。我必如同精金，全然归于你。我必如同精金，全然归于你。耶稣，耶稣，唯有耶稣。感谢天父赐下耶稣，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我们愿意献上自己，为主进入那精炼的熔炉，为要成为精金，全然归给你。这时候，求主安静我们的心，抛开我们的烦恼，卸下我们的重担，断开一切搅扰。我们要单单来敬拜你，诚实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。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请起立。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，贫穷这一臣服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，贫穷这一臣服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再次来到这里敬拜赞美你，聆听你的话语。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力量。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你便是聪明。所有的智慧都是由你而来，求你使我们能得着真正的智慧，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能过着荣耀你的生活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并成为忠心良善又有智慧的好管家。在此献上我们的金钱，作为圣工所用，愿主与悦纳。
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好，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本周的消息。好，郑正的牧师有真正那个他父亲郑连坤牧师的著作还有一些在教会的1楼，请弟兄姐妹结束礼拜之后可以到1楼去领取那书名是马可福音系统查经。那你也可以如果有朋友需要，也可以赠送给朋友。再来，11月30号有核心同工的退休会，那我们要到台北跟基隆2个地方，那请新任跟旧任的长职、区长、组长跟校长、队长还有干事一起来参加。好，嘉南教会的圣诞晚会，我们定于12月14号。礼拜6的晚上8点到9点，那地点在49号的2楼。那请各牧区小组还有团体个人都可以来报名。那报名截止日是到12月7号。那报名表是在办公室要去索取。那填写报名表，上面要注意一些事项就是我们报名完了之后呢，这个下面的资料要填写清楚。那要交给张玉干事。或者是牧宣执事，那牧师跟传道部会先审核，审核完了之后会在12月8号会公布。那有参加的单位，12月14号的礼拜6下午要1点要到教会来预演，那当天晚上教会会准备晚餐。好，但以理圣经共读华语场，我们是在11月18号。到11月30号，总共是13天，那每天的早上6点30分，我们是线上举行，那如果来不及的话，是早上7点以后都可以观看 YouTube 的重播，那这个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大家来参与因为13天而已，我们可以借由牧师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认识圣经，那13天的时间。希望弟兄姐妹更多的人来参与。好，再来教会有2025年的福音月历，上个礼拜没有拿的这个礼拜一样可以拿到教会的1楼教育厅，那一个住家一份那上面有显示出来很漂亮。那如果说你还要多要的就是一份是100块这样子这个已经拿完就没有了好，请大家尽快去登记，然后领取。好，再来 A1 的初信造就基要真理12课本周就会结束这个课程。那我们有一个结业式，那我们的时间是11月23号礼拜6的下午2点半到4点半，在401教室。那有登记的，有报名的把这个课程上完。那明年开始，我们仍然还是会开A1 的课程。那希望弟兄姐妹也都来参与啦A1 课程，然后结束之后也会开 A2 的课程。这个训练的课程麻烦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来参与这样子。好，本周有健康咨询是今天的早上10点半。到对不起，是11月24号，下一周，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。那欢迎弟兄姐妹可以邀请社区的朋友来参加。好，再来有意要购买圣诞糕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到1楼来登记，我们登记到12点。那礼拜完了之后呢，到49号登记。那我们截止日期是11月24号截止，那登记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现场缴费。那我们有2个价格一个20块，一个35块的那我们可以按照个人的喜爱来登记。那我们这个圣诞糕呢是12月15号会到货，12月15号我们就可以来领取，到时候会通知各位。好，下午1点有区组长的座谈会。那在教会的401教室，那新就任的区长跟小组长都要来参加，请注意这个时间1点在教会的401教室。
好，11月30号青年牧区有举办联合小就是11月30号礼拜六哦，为联合小组的时间哦，是联合小组的时间。那与方舟团契做联谊，好6点半开始，好，那他们会在华语礼拜好有献诗。那所以青年礼拜在12月开始有试办哦，时间是礼拜六的晚上6点半，哦6点半开始做礼拜，那时间是在这里哈。那我们邀请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来敬拜神。好，松道的讲座11月20号礼拜3，早上10点半到12点，哦，我们的主题是如何陪伴与帮助走过难处，哦，那讲师是江娥老师。好，志工注册线上的课程教学，好，欢迎弟兄姐妹多多来参与。11月23号礼拜六的下午1点到2点半，我们在501教室举行。好，那我们来参加的人，我们会有志工的各组的介绍，然后我们会告诉你如何在线上可以登入注册，然后我们如何上课来取得志工证，好，可以取得志工手册。那欢迎弟兄姐妹多多来参与，来报名。好，那要上课的人要携带手机或者是平板，好，要报名的跟家生队长或者是一凡干事来报名，好，或者是线上报名，好，我都有在那个各群组都有传连结，好，也可以在线上来报名。好，再来我们恭喜蔡家平跟吴佳音。哦，他们夫妇哦，在11月9号礼拜六顺利产下一个男婴哈，我们感谢神，好，我们为他们祝福，让这个新生儿能够快乐的成长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新的朋友，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做礼拜的弟兄姐妹？哦，这边有2位。哎，有2位，哦，3位，好，3位。那请问一下是什么名字？林佩君，啊，林佩君，还有一位姐妹，马玉兰，郑贤，好，郑贤，建贤，好，那我们起立，好，我们大家来欢迎你。OK， 好，请坐。好，欢迎。好，那我们本周有一个新生儿哈，我们要请牧师来帮我们祝祷，是自家爸爸跟伊犁妈妈，好，小朋友的名字叫做新宇，好。对，我们请他们来到台前哦。好，那主耶稣说，好，让小孩子到他面前来，因为天国正是像这样子的人哦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为这个自家和伊宁，好，他们的新生儿叫做新宇啊，来站在台上，好，来面向大家。好，他现在应该是。哦，没有睡着，好，他现在正在，好，来把他，好来看大家，好，就是这个上帝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好，那我们要为新宇好来祝福，好，来愿上帝祝福新宇能够平安健康的成长，好，能够祝福自家还有伊宁，好，能够成为一位好的父母亲，好，能够来喂养主的产业。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，好，来为新宇来。他很兴奋哦，来为他来祷告。我们举手，我们来为新宇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赏赐自家伊宁，他们能够有属神的产业。神，你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并且把你的爱、祝福、生命、气息赏赐在新宇的身上。求你祝福新宇能够平安健康的成长，赐给他有聪明智慧，有爱神爱人的心，也能够在他成长人生过程当中所到之处都有上帝的同在，并且差派神你的使者来看顾保守。主啊，也求你祝福自家还有伊宁，让他们能够学习成为一位好的父亲、母亲，能够来教养子女，使子女走当行的道路，也赐给他们体力、智慧和力量，能够在他们工作、照顾家庭，还有照顾自己的父母亲、家人的当中，都能够扮演好各样的角色。愿神你的恩典满满祝福在他们的身上，同时也祝福我们当中的年轻人、社青，或是预备进入婚姻还没有进入
婚姻的青年，或是预备要生产的青年，都求主你大大的赐福同在。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，祈求祝福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拍手来恭喜，好，恭喜志佳，恭喜伊宁。好，请回座。好，那在我们这个49号的1楼，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，有我们教会59周年的户外礼拜。还有陈牧师在5月26就任的时候的团体照，好，有2个团体照。那在19号也已经开放登记，好，那我们下礼拜会看在周报上面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读这个金句，好，来，我们请家圣长带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，好，读2遍，好，预备来。于是王使但以理高升，赏赐他极多的礼物，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，又立他为总理，掌管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。但以理书2章48节。再次。于是王使但以理高升，赏赐他极多的礼物，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，又立他为总理，掌管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。但以理书2章48节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经文哈，在但以理书2章10节到13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他们回答：世界上没有人能把陛下所要知道的说出来。从来没有任何国王对占卜家、法术师或占星家这样要求，即使最伟大、最有权力的国王也没有过。陛下所问的实在太难答了，除了神明，没有人能回答。可是神明并不住在人间，王大发雷霆，下令把巴比伦王室所有的顾问都处死。于是王的命令发出，要杀全体顾问，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本会的主任牧师陈牧师来讲道，他的题目是巴比伦的智慧人。巴比伦的智慧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你知道台湾最好的大学是哪一所呢？台湾大学。好，那这个是在今年的高中生的调查当中，好，他们为什么想要认同这个大学里面有他喜欢的科系？好，所以台大呢有12所，好，有12个科系是现在的高中生他们梦寐的科系。成大有8个科系，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呢有7个科系，辅大也有6个科系。而这些都是培育人才的地方，好，让他们可以在这边把他们想要学习的能够在这边得着。那知道全美国最好的大学是哪一所呢？对不起，这个科系之外呢，还有学群啊。好，高中生呢最想要学什么呢？建筑设计，接着呢最多有21个学群，医药卫生有18个学群，好，社会心理有14，法政学11，大众传播9，资讯9，艺术9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高中生青年，他们想要学习的，并不是只有想要当一个工程师，至少从上面看起来没有。但是呢，到他们最后考完试，学测分数出来之后，通通都自动归位，就是往资工、往化工、往机械、往电机去发展。但是在求学当中，这些都很重要，因为这些都跟人的生活、跟人的生存息息相关。而全美国最好的大学，去年、今年的名次都一样，这个普林斯顿、哈佛、哥伦比亚、MIT。而你可以看到后面每个美国大学的1年的学费，乘上31，就是平均在160到180万之间，1年，4年读下来大概就是要花掉700万。好，所以你要读美国的顶尖大学呢，好，就是要么就是先把钱存好，要么就是去学贷。好，所以毕业之后呢，好，就先负债700-800万这样子。好，因为还要加上生活费啊，还要加上保险啊等等的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大学呢，好，大部分的人好毕业的收入也都是跟这个是按照比例。好，1年的年薪好都在8-9-10万以上。好，所以他在这些大学毕业之后，好4年之后，好大概就可以把他的学贷都还清了。但是这一些呢，
不管是台湾也好，美国也好，都是在学习塑造顶尖的人才，能够用来对世界、对社会有帮助，同意吗？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顶尖的学校，能够培育这些优秀的人才，能够对我们的生活、对我们的所在的环境、世界能够有更好的改变。而有一本书呢，讲到巴比伦的智慧，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智慧呢，其实都源自于从巴比伦时期就奠定的基础。如果你没有读这本书，你可能不晓得；但是你翻了这本书，只有目录，可能会让你吓一跳。这个世界最早的社会改革，最早的法律，最早的空中花园，就是圣经当中这位尼布甲尼撒二世，他的鼎鼎大名也被记载下来。人类史上的第一部法典，这个汉谟拉比法典，曾经有来台湾展览过。在公元2100年前就已经奠定整个世界法律的基础。所以今天你要读法律系，你可能还要拜巴比伦为师。包括最早的数学、代数、几何、宇宙观，一个礼拜有星期一到星期天。最早的医疗不用开刀就可以看你的肝。最早的环境卫生立法，最早的农牧畜牧，最早的人类的历书，看日期、记月历，这些呢都在巴比伦。所以你要学的天文地理呢，这在世界的顶尖的学问，在2000多年前的巴比伦，甚至更早多4000年前的古巴比伦，它就已经开始奠立了根基和基础。甚至星象，这个巴比伦的星象家就是那时候的祭司，他们也把天空划为12区分，然后变成12星座，也一一取名，能够查出他们的轨道，知道他们的运行和运转。在2000多年前，他们就累积这样的知识，而还有60进制。为什么一分钟有60秒，1小时有60分钟？为什么一甲子是60年？你看它的数字从1排到59。而在近几年，澳洲的考古学家去到了伊拉克，在那边发现了右边的这一块这个泥板，这是用灰泥所做出的板子，而这泥板上面就刻的这些巴比伦的数字，经过左右一一对照之后，发现这一行一行的数字，有代表一个意义。这个意义呢，每一行都可以画出一个三角形，从上面到下，这三角形呢，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斜度。他们呢，最后发现，哇，这个灰泥石板呢，数学板呢，是一个三角函数。三角函数，通常牧师讲到这边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都已经睡着了，因为对这个数学都有自然催眠的作用。你要想说，2600年前的巴比伦学三角函数，他们是要考台大还是要考普林斯顿吗？他们学这个东西要做什么呢？可是考古学家也很好奇，他们那时候就把数学搞得这么大费周章，这么辛苦的去学三角函数做什么？后来他们认为，就是为了要盖房子，为了要建造，他们怎么样能够盖出通天塔、巴别塔，怎么样能够盖出护城河，怎么样能盖出城墙，让这城墙的根基稳固，而且上面是可以有4匹的马车，4匹马的马车可以在上面用跑的。可以用时速50、60以上的速度，在那个城门的城墙上面奔跑，在最短的时间，就可以来抵挡敌人，或是来防御等等。他们都透过数学，透过科学，透过在这个纸上作业，他们是泥土上的作业。来把这个各样的科技应用在他们的生活、国家、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当中。甚至这本书还介绍巴比伦的成就建筑成就，包括巴比伦城、尼布甲尼撒王盖的空中花园、通天塔、石狮，还有整个亚述异道，这成为后来这个丝路的基础。还有工艺的成就，丝路工艺师发明各样的生活的器具。还有文学上的成就，最早的文字、最早的图书馆、最早的学校、最古老的史诗、最早的史书，都在巴比伦那个时期。你会看到这么多的琳琅满目，而到巴比伦，哇，想不想去这个地方？去到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学这么多的东西，可以在那边可以有这么多知识，好像今天想要去美国读大学一样的这样的心，能够吸取全世界的科学、智慧、文明，不管是人文的，不管是建筑的，不管是艺术的，都可以在那边学习，多好的一个地方！而但以理就在这样的就在用囚犯的身份
来到巴比伦。所以很多人想说，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，成为奴隶，好，终身一辈子不能够翻身。但是上帝的计划却不是这样，让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用囚犯的身份、被掳的身份来到了巴比伦，而正展开他奇妙的人生的旅程。他们来到了巴比伦，圣经讲到但以理是王公的后裔，是贵族的后代，所以他跟王可能有亲戚密切的关系。但是呢，这些被掳来的人尼布甲尼撒，他也懂得网罗人才，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人才运用在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权位之上。所以呢，他就找了这一批的年轻人，各国的年轻人。这一批的年轻人有条件，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1章4节。这些青年必须没有残疾，英俊、聪明、学识丰富、才智过人的，才有资格在宫廷服务。亚斯比拿要教他们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。第一个就先看你的外表，你有没有近视？好，你有没有这个手脚不健全？你有没有身体没照顾好？你有没有这个面黄肌瘦？接下来是看你的谈吐，看你的内涵，看你的知识，看你能够解决多少的问题。所以这些考试，搞不好但以理也要被考数学。而他们学习了巴比伦的语言文字之后，他们就可以开始把巴比伦的智慧，刚才前面介绍的这一切，可能就会学习应用在他们的身上，而用来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兴建上面。但是但以理可能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从一个囚犯就莫名其妙能够来读台大，莫名其妙可能能够来读哈佛、耶鲁大学。但是呢，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，他有所为，也有所不为。他发现来到这边可以学到很多，但是来到这边也有可能会被败坏，特别是在饮食的部分。因为巴比伦的饮食跟他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饮食有很大的冲突，这些的饮食可能会直接造成他得罪神，跟上帝的关系败坏。所以第8节第1章，但以理就决心不沾王宫的食物和酒，免得自己在礼仪上不洁净，跟上帝的关系就断绝了。所以他就请亚斯比拿，就是太监总长来帮助他。太监总长说：好，你10天的时间，如果10天你吃你自己的东西，好，你没有面黄肌瘦，你就可以继续维持。如果10天过后，好，你瘦下来了，好，你的脸没有那么英俊潇洒了，好，面有菜色，那你就得继续吃我们的食物。10天之后，不仅是但以理，他的3个朋友更加的英俊，好，更加的健壮，脸色更加的红润。这个太监长亚斯比拿说 ：“OK， 好，接下来的3年的时间，你们都可以继续这样的生活。”所以这个但以理3个朋友一面的学习，一面保守他跟神的关系。而在这学习的3年当中，上帝使这4个青年精通巴比伦这样的智慧，他们是精通文献学问，还赐给但以理可以看天象、星座、解释异象、梦、日食、月食、星象的变化。王规定的3年期限，好，必须3年提前毕业满了。亚斯比拿太监总长带着所有的年轻人接受王一一的考试，所以这个王他也是有学问的，他也是有这个2把刷子的，他能够出题来考倒这些读过大学、读过这些巴比伦各样知识学问的人，而王甚至还要一一跟他们面谈。他特别对这4个人印象特别深刻。你去面试的时候，怎么样能够让你的面试官印象深刻呢？就是你必须充分的准备，还不是只有在头脑准备，你的面谈、你的谈吐、你的举止、你的态度，好，你的给人的第一印象，让尼布甲尼撒全天下这个权力最大的人印象深刻。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面试完他们4个之后，做了决定，这4个人要留在他的身边。
没有派到其他的省份去，就留在他的身边。我们这个但以理呢，他的这个怎么样通过考试呢？在第19节这样形容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王无论问什么，或提出任何难题，他们的解答总比全国任何占卜家或术士好几倍。好，问题就是说，当人家答对2题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答对几题？20题。当他们可以别人花这个1分钟，好，1分钟可以回答问题，他们花几秒钟？不是100分钟，是花6秒钟，好10倍。6秒钟，好，人家想1分钟，他6秒钟就回答出来。你觉得这10倍太夸张了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觉得10倍太谦虚了。好，因为但以理书这一卷书是在巴比伦地方写下来的。他写这卷书写出来之后，巴比伦一定也会读到这一卷书。他们读到这卷书，光读到第1章第19节，如果不是真的，他们早就把这卷书撕烂了。可是呢，他们为什么愿意接受但以理这一卷书？表示10倍，搞不好还太客气了。但以理他的3个朋友在巴比伦的表现，是好上10倍以上。有多少人希望你的课业成绩，或是你在你的职场工作上面能够有10倍以上的更好的表现？你要好好的思想，学巴比伦，他如何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地方，在全世界巴比伦帝国最优秀的人聚集的地方脱颖而出，而且是遥遥领先10倍的领先呢？本来我们想说但以理的故事到这边应该可以结束了，好，应该过着一帆风顺，好，他的人生就是幸福美满的日子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才是上帝他的整个故事的计划的开始。这个故事呢，就是他的大老板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呢让他惊醒，他醒过来之后呢，他忘了他的梦。所以他就下令全国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，这些优秀顶尖大学好各样的祭司、占卜家、解梦家、专家来说呢，我决定了，你们要把我的梦告诉我，然后解释说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。如果不能，我就要怎样？斩断你们的双手双脚，还要抄你们的全家，让你们家变成废墟，台语说粪兽堆，你家直接变成垃圾场，没有人住在那个地方。哇，这些人真的是很紧张。王啊，我们尽力，请告诉我，你梦了什么呢？王说，我忘记我梦了什么，但是你要给我解梦。他们说，不可能啊，世界上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，没有任何的人或从君王、大臣、掌权者能够像巫师、术士来或加勒底人问这样的事情，好歹你也先把题目出给我们，再告诉给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给你答案。现在呢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没有题目就要求把答案给你，根本没有人可以做到啊！至少题目也写出来吧。可是呢，王呢不接受，王呢很生气。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。王因这事生气，大大震怒，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。这不是未来式，这是进行式。现在开始，所有巴比伦的智慧人，通通抓去斩了，断他们的双手双脚，抄他们的全家，吩咐命令进行下去。巴比伦所有智慧人，这些辛辛苦苦花了3年以上的时间学习巴比伦的文字数学，学习所有巴比伦的智慧技术，居然在一夜一夕之间，他的王要他死，他就得死。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。我们的一生从小到大，追求各样子的学位，追求各样的成就，追求各样的地位，追求各样的名声。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王要你死的时候，没有在跟你客气的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世界上的王没有在跟你客气的，世界上的王没有在跟你客气的。
如果你所服侍的是世界上的王，但以理书已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的一生只有服侍这个地上的君王的时候，当他翻脸就翻脸，叫你走就得走。我曾经在美国服侍，曾经亲眼看到一个美国的老板如何吵他的员工，叫他当天就要离开。哇，真的亲眼看到。在台湾你可以去告他，在美国老板他就钱说你下午就可以离开了，就要他离开，而且那个脸之臭啊，那个脸之臭。但是呢，在世界上的王，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对待他所巩固、他所建立的。而但以理在他要被断手断脚的时刻，他怎么做呢？首先，但以理他先搞清楚，他用委婉的话去问大臣说：王的命令为什么颁布的这样急？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得死？要死也让我们知道要死的名目吧。所以但以理先去探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大臣呢，亚略就说：因为王昨天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他今天找了所有的占卜家、星象家，他们呢去解答，可是都解答不出来。王就说：不是只有占卜家、星象家，所有巴比伦大学毕业的，通通都得死啊！这个但以理也得死。所以但以理搞清问题之后，鼓起勇气进去王宫求王宽限，好为王解梦。如果你的王告诉你下礼拜一把报告交出来，交不出来你就回家吃自己，你只有3天的时间，请问你这3天你要做什么？下个礼拜把业绩交出来，业绩没有达到你就不用来了。那请问这3天你要怎么办呢？拼命的做业绩，拼命的做报告，拼命的赶快把这个工作能够完成。但以理的选择，他不是该去看天上的星星，开始赶快去翻古书怎么样去解梦。但以理也不是赶快去占卜去看什么树卦、鸟卦什么卦的。但以理，我们来读第17节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，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，将这奥秘指明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智慧人一同灭亡。他们是无辜之灾，可是呢，但以理面对这样的灾难突然临到的时候，他先搞清事实，接着面对王，请王给予他缓冲的时间，接着进入内室，跟他的朋友开始一个 RPG 祷告小组，一起祷告。而就在这个祷告当中，不知道祷告多久，不知道祷告多久的时间，但是唯一能够求的不是地上的老板，是天上的老板。而这样的事情呢，就在第19节成就。我们一起来读：这奥秘就在夜间异象中显明给但以理，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。哈佛大学能不能教出像但以理这样的人？为什么不能？哈佛大学第1任的校长是基督徒，还是个牧师啊？但是今天的哈佛大学教出来的学生会不会祷告？不知道。今天哈佛大学你会祷告不会祷告都可以毕业，但是以前哈佛大学，你在哈佛大学的求学问，你一定是要会祷告、会读圣经，而且一定要修神学，你才能够从哈佛大学毕业。可是呢，100多年来，整个世界的改变，今天哈佛大学教不出但以理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。但是但以理呢，却在巴比伦大学当中，他知道从他小时候在耶路撒冷，他就会的就是跟神祷告。他的祷告告诉了王，你梦到就是他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。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东西关系于你，巴比伦王啊，你就是这个头，而这就代表上帝所要做的事情。而这个像呢，巨人的像显出来之后，会有一个大石头砸在他的脚上，让这个像呢从脚到头彻底的粉碎，一阵风来，全部烟消云散。而但以理把梦境讲完之后，
下一步解梦，王啊，你就是这个头，接下来的帝国，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会一一掌权。但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后面，我们一起来读2章44节。当那些统治者在位期间，天上的上帝要建立一个永无尽期的王国，这王国绝不会被征服，反而要彻底毁灭所有的帝国，而永远存在。这个梦的重点不在于那个像，而在于那颗石头。那颗石头大到一个程度，好，是后来是可以盖满整个世界，整个世界。所以上个礼拜信息我们已经知道，这个石头就是教会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磐石。而当但以理把梦讲完，把梦的梦境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之后，王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在第2章，尼布甲尼撒王脸伏于地，脸朝地，向但以理下拜，并且吩咐人给但以理奉上供物和香。他把但以理当神拜。这个巴比伦帝国最有 power 的，就是接下来这个川普，现在的拜登，全世界最有 power 的男人，居然不是跟他鞠躬，还是脸伏于地，把脸都贴在地上，拜在一个俘虏囚犯，一个少年人但以理的面前。他跟他说：“你的神真的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王，是奥秘的启示者。”所以王就使但以理高升，赏赐他许多的礼物，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，立他为总理，掌管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。所以这一批全世界最顶尖、最优秀，不管是科技人才、建筑人才、艺术人才、文学人才，所有的人才，通通都在但以理的掌管底下。但以理这个时候可能还不到30岁，他可能是10几岁被抓来巴比伦，经过了3年4年的调教，又开始上班工作，出社会，在王宫总统府服务，到王做了这个梦。而但以理这个时候年纪非常的轻，搞不好跟静好一样的年轻，但是他却掌管了所有顶尖的这些大学生。如果所有台大的大学生都叫静豪，你来教他们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很有信心。好，如果上帝说所有的哈佛大学毕业的第一名的学生，通通交给你来带，你有没有把握？但以理他没有说 no 的余地，他知道他的老板不是尼布甲尼撒，是天上的老板。可是但以理没有忘记他的3个朋友，他就求王派他的3个朋友跟他一起当同事，一起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。所以但以理在王宫，在这个红色点的地方，他的另外3个朋友可能就被派到巴比伦省的全境当中。但是这个国家4个地方都有4个基督徒，都有4个敬拜上帝的人，他们是带着祷告，他们是带着与神的关系，他们不会喝巴比伦的酒，不会吃巴比伦的食物来玷污自己，而他们却忠心的做上帝交办他们的事情。难怪巴比伦帝国一直强盛，一直强盛，甚至打到埃及去，差一点就把埃及给拿下来了。而这却是因为这个国的当中有4个敬畏耶和华的人。所以在这段故事当中，让我们看到巴比伦的智慧人是千挑万选的，他们是从众多的这个人才当中一个一个考试才能够挂了一个名牌，这个名牌叫做巴比伦的智慧人。好像你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台大的毕业证书，你的头上就长了一个光环，我是台大人。好像你拿到了这个耶鲁、哈佛、剑桥的学位之后，我是耶鲁的，我是智商157的，你的人生开始有一个光环在这上面。可是这个光环却是在地上的王的底下。地上的王说：“你这些光环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没有用 ，Q 嘎笨手弹雕。”好，这是谁的台词？
好，欧北龙棍不是那个布袋戏里面的那个台词。好，就一夕之间，所有的巴比伦智慧人突然通通都要被断手断脚，还要抄家灭族，灭绝所有巴比伦智慧人。但是在这时候，谁跳出来呢？却是但以理，他是用委婉的话、智慧的话，用他的勇气，还有用他的什么祷告，跟神祷告，最后他居然拯救所有巴比伦的智慧人。所以这些人说，但以理，你比我们聪明10倍，我们一点都不过分。你真的是不只是10倍啊，你就比我们聪明100倍，我们也承认；1000倍，我们也承认。你圣经只说聪明10倍，太谦虚了。好，真的是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如果那个时候的人，好，他们知道但以理解决王的问题，每个看到但以理，绝对都跟尼布甲尼撒王一样，我们的命是你捡回来的，只能够脸伏于地，向但以理来鞠躬匍匐敬拜他。但他们要知道，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，并不是但以理，而是天上的神借着祷告。而最后呢，但以理的故事是他掌管所有巴比伦的智慧人，所有这些顶大的毕业的这些的优秀的人才，全部都在但以理的指挥当中，让整个国家的建造建设，他们学习的数学，他们学习的天文，他们学习的工程，个人的技术好发展，好，他能够好成就当时世界的7大奇景，好，甚至最有名的空中花园。你觉得跟但以理有没有关系？很有关系。这些的工程进行好，最后盖章呢，还要经过但以理批准，因为他掌管所有巴比伦的智慧人。但以理被上帝这样子的重用，而是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。难怪耶利米书，上帝对耶利米说，这些留在犹大的犹大人是烂的无花果，可是那些被掳的犹大人是怎样？好的无花果，是肥美的无花果。因为上帝有他的心意祝福，把他带离他的家乡，在那个地方反而塑造他的人生到不同的层次和境界当中。有时候上帝要移动我们的脚步，有时候上帝要改变我们的环境，有时候上帝要调度这个世界的局势，不见得是坏的。很多人，耶利米书我们看到有一群人，他们不想去巴比伦，赶快躲，赶快逃，甚至还跑到埃及去。但是最后他们死在埃及，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成就，反而是那一些第一批乖乖的就听上帝的话，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4个朋友，好，这一群人的代表，反而在那个地方开始用3年就把巴比伦的文字、楔形文字、数学认真的学习。可能他在耶路撒冷从来没学过，他却得在这个地方开始学习，而上帝就让他在那个地方成就。你知道，在波士顿现在的市长是一个台湾人。这个市长他是在台湾，他的爸爸妈妈是台湾人，而他从小去了美国，但是他在美国短短的30几年当中，他选上了议员，他要从议员当中成为波士顿的市长。你知道波士顿的市长，他是一个精神象征，是一个美国第一个开发的城市，可是他居然愿意把这个城市交给这个台湾人市长，而且还做了第2任。他说他是一个妈妈市长，他才30几岁。好，他的宣传照就是骑着脚踏车，后面载他的女儿，好，就跟刚才那个 baby 一样，他就是载着他的女儿，但是他就出来选市长。这没有人能够想到，想说选市长的，好歹也选个台大的157的，好，选一个吃便当吃得很快的才来当市长。但是不见得是这样，上帝也可以用一个女性。上帝也可以用一个亚洲人，甚至用一个台湾人。智慧人在一群的智慧人当中，怎么样凸显智慧？最后牧师的结论要跟大家分享3点。这3点，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个充满的很多智慧人的环境当中学习，
你在武林高中学习，好，你是在一个国立大学学习，或是你是在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当中竞争，你要怎么样能够像但以理这样子的脱颖而出？有3件事情，好，希望你能够记得。第一个，好，请大家一起说：知道是谁在掌权。你要知道你的老板是谁。你的老板是韩国瑜，但是韩国有没有老板？在立法院当中好像没有老板，但是但以理知道还有一个大老板在天上，是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。所以我的老板不能够解决，或是我的老板派给我的任务，但是我要知道我的老板其实不是真正的老板，还有一个大老板是耶和华，他在天上来掌权。所以但以理呢，好，他为他的老板来解梦，但是解这个梦呢，其实不是解决他的老板，是告诉你我的大老板要告诉你，你的这个头会被一个旧恶的头盔来取代，你的这个胸会被公义的护心镜来取代，你这个腰会被真理的带子来取代，连这个脚上的鞋会被平安的福音鞋来取代。他要介绍的是，上帝也在建立一个从头到脚的国度。你虽然巴比伦现在很了不起，哇，你现在的成就满身，你有各样的世界专利、头衔集于一身，但是上帝也要同时塑造、建立他的国，是耶稣基督的国，好，是上帝的国，是一个永远不会败坏的国。所以但以理他真正的智慧在于，他知道谁才是大老板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真正的智慧知道天上的老板是大老板，真正的智慧是知道天上的老板是大老板。可能你的老板下礼拜说你不用来了，好，明年年终奖金好，我们就聘不请你了，好，跟你给各样的理由因素，但是不用害怕，不用惧怕，因为你还有一个真正的大老板，他在掌权。你要做的事情，记得像但以理一样，知道如何求生存。好，我们一起说，知道该如何求生存。但以理在他快要被断手断脚的那一天，他把握了时间，好，去知道了问题，然后呢，赶快去见到了王。他的争取了不管是几个小时或是几天，但是他求生存，就是用祷告来求生存。你要在一个地方好好的学习，能够有所成就，你要在一个地方好好的工作上班，你要为你所在的地方好好的向神来祷告，把你手头的特别是困难的事情，把你手中特别是难以解决的事情，把它列出来跟神祷告。你需要你为你今天中餐吃什么来向神祷告吗？这是太简单了，好，你闭着眼睛都可以去处理。你需要你为等一下电锅这个饭煮的熟祷告吗？不用，电锅都帮你处理好。真正要祷告的是把你的困难问题交出来、找出来。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，不是只有祷告那些闭着眼睛都可以做的事情。闭着眼睛都可以做的事情，你再拿出来祷告做什么？那只是浪费我们祷告的力量。你真正要祷告是要找出那个你的困难又大又难的事，这是我们要祷告的对象，祷告的目标是明白我的困难在什么地方。如果你真的都找不到，那这就是问题，因为你连怎么祷告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，你没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事情的时候，那就是大麻烦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你没有任何祷告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大麻烦的开始。你没有任何祷告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大麻烦的开始，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全世界，你已经得到你一切想要得到了，但是上帝真正要给你的，你却一点都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祷告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寻求神的心意，那是麻烦的开始。我们看到100年后，在波斯帝国，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。有一群人想要来杀害以斯帖的同胞犹太人，这个哈曼甚至做了一个刑架，3层楼高，好，准备就是隔天好就要把末底改以斯帖好他的义父好就是他的这个 uncle 好把他挂在上面好吊死在上面。
但是以斯帖呢，好，他却下令，好，全国的犹太人一起跟他一起禁食。禁食就是祷告啊。祷告完之后呢，他就去见王。见了王之后呢，这就是一切改变的开始。所以不管是在巴比伦帝国但以理的故事，波斯帝国以斯帖的故事，在当时世界数一数二最强大的帝国当中，上帝都在动工，天上的老板都在掌权。他们都知道如何在那个危机当中，快要被炒鱿鱼当中，如何的生存下去。第三个，你要学习智慧人当中的智慧，就是知道正直的大能。请大家一起说：正直能当饭吃吗？你觉得正直可以当饭吃的，请举手。不能的请举手。好，不知道的请举手。好，没有举手的请举手。好，总是要这样子。好，正直到底能不能当饭吃？好，正直是什么学位？正直是什么科系？正直是什么顶尖大学？它真的能够让我有饭吃吗？我们看一下但以理，他一开始只为了正直，不要饭。他为了他跟上帝的关系，他宁愿不吃饭，饿死，好，他也要10天。叫你10天不吃饭，你来试试看。10天，他为了他心中跟神的关系，他要正直，他不要食物。这是他17、18岁的时候。到他70、80岁的时候，改朝换代，波斯帝国，他被丢到哪里去？狮子坑。为什么被丢到狮子坑？因为人家要害他，下令不准祷告，30天以内都不准祷告。那但以理30天不准祷告，反正已经祷告60几年、70几年，从小到大70、80年，1个月不要祷告没有关系吧？但以理说想都不想，隔天王的戒指盖下去，命令颁布之后，隔天一大早窗户一打开，跪下去就祷告，马上人就看到抓走，丢到狮子坑里面去。正直真的能够当饭吃吗？正直可能害你没有工作，正直可能害你被抓到监狱，正直可能让你活不下去。但是但以理的正直让他的平步青云，而且让他步步高升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6章第3节。这但以理因有卓越的灵性，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想立他治理全国。但以理有一个什么灵性？卓越的灵性。灵性可以当饭吃吗？好，你没有灵性，好，你就不会认识上帝。灵性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没有这个灵，你就不认识神。不认识神，你活在世界上，可是你的灵却是死的。但是但你的灵性好是顶尖的，是可以说是哈佛大学的等级的。他的灵性呢是超乎一般所有跟上帝有关系的人当中，而因为他的灵性，好，第6章第3节，他本来管的是只有巴比伦，好，巴比伦就是现在地图上看到这一块，可是呢，他却一下子一夕之间，好，从第5章进入到第6章之后，他管的范围，好，突然放大了5倍。本来上个礼拜他只能够管这边，下个礼拜换了一个老板，他管这边。你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本来好像公司倒了，结果呢，却上帝把你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让你的工作可以放大加倍。为什么 ？Why？ 因为但以理有什么卓越的灵性？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上帝要给你卓越的灵性。然后对自己说，上帝要给我卓越的灵性。卓越灵性，简单说就是正直。应该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绝不会睡在圣经当中；应该祷告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为了祷告，为了其他的事情打高尔夫球而不去祷告呼求。上帝的给我们的卓越灵性，就是关于上帝的事情，你都会精神百倍；
关于上帝的事物，你都会全力以赴。那个时候就是波斯帝国的时候，总长、总督，好，因为但以理爬到他们头上去，他们非常的不服。巴比伦是服到一个不行，因为他们曾经都败在巴比伦的面前。可是换了一个帝国，波斯帝国，他说这个人是谁？这个老阿伯是谁？他是犹太人。犹太人不是被巴比伦灭掉那个小国吗？那个小小的国家吗？他算老几？他凭什么可以做我们的老板呢？所以呢，他们就要把他弄下来，在各样的事物上面、公文上面、日期上面、金额上面、数字上面，反正能够找到麻烦的就找他麻烦，为要控告他。可是呢，有没有找到？我们一起来读后面第4节的后半段，只是找不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划线的地方，请大家再读一次：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什么是卓越的灵性？卓越的灵性就是把每一件事情不是为老板做，是为神而做，忠心办事。什么是正直当饭吃？就是把上帝所要的做出来，上帝就使他卓越，居上，然后呢不居下，居首呢不居尾。上帝使他能够提升他的境界，如同巴比伦突然放大变成波斯，变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欧亚非帝国。所以这个但以理呢，很有可能为了这样子，他必须要出差，去到了非洲，去到了埃及，他必须去到亚历山大，去到利比亚，他可能必须出国，去到了希腊，去到了土耳其，甚至过了爱琴海，进入了欧洲的地区。或许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说，但是这是在但以理的手下所办成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智慧人的真智慧，这3件事情，让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知道是谁在掌权，知道该如何生存，知道正直的大能。但以理书让我们看见他为了正直，他的朋友被丢到火坑当中，但以理为了正直被丢到狮子坑当中，那个都是火坑。好，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，都还没有靠近就已经被烧成灰了，但是他却是在火坑当中足足在那边站了，他的3个朋友在那边站了一段时间，体无完好无事的能够平安的走出来，这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。但是他们的真智慧，不是他们的学位，不是他们的成就，不是他们的头衔，他们的真智慧是与神的关系。在这个礼拜，我们如果有参加小组分享当中，希望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位你所认识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从小到大，而这个智慧的人跟圣经当中天上智慧的人，你觉得有什么相同或是不同的地方呢？还有但以理他的卓越的灵性，从他10几岁他就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我们当中有没有年轻人10几岁就知道这是礼拜天上帝的时间，我就不应该做其他事情？他就知道说，这个钱是上帝给我的，这个部分就是属上帝的，我不应该去动用，就是要归给神，用来荣耀神。他能够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分别为圣，把上帝的事情忠心办事，没有错误过失。如果今天上帝叫我打投影片，上面有个错字，我没有去发现，我就没有忠心办事，大家都发现错误。今天我在操作 PPT， 我在放这个音响音乐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把它当作这是一个为上帝在服事，忠心办事，能够精准？用这样的态度做任何事情，难怪他们烧出来的砖每一块大小都刚刚好，重量都一样，他们可以用这个砖叠再叠10楼、20楼、50楼都有可能，因为够精准，因为他们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够清楚的办完。这是上帝给人的恩赐，而我们能够运用出来。而我们在但以理书4章32节说，至高的神掌管人的国度，相信的就说阿们。
台湾是谁属谁？是谁在掌管？美国是谁在掌管？日本是谁在掌管？伊拉克谁在掌管？对岸的中国大陆谁在掌管？有时候我们认为啊，是习近平，好，这个中国没救了，好，上帝啊，让中国灭亡了。可是要知道，至高的神掌管人的国度，上帝要让中国疯狂，也有上帝的旨意。但是我们要从但以理书、耶利米书看见上帝的计划。但以理因为他有卓越的灵性，他能够在逆境当中反而变成顺境，他能够在危机当中变成转机，他能够被人家没有投入炒鱿鱼 fire 的时候，他反而出类拔萃，好，他的薪水收入加倍。如果你有但以理好这样子的灵性，卓越的灵性，上帝就要与你同在，不管是在你的学业、课业，在你的工作、职场上面，上帝要与你同在。再次祝福你旁边的人，上帝要赐给你卓越的灵性。当你有卓越的灵性之后，如果上帝说，请你来当迦南教会的小组长，你要不要？好，那你的灵性可能还不够卓越啊。好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啊，不行，我没有办法当小组长。好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能力，我没有经验。你的灵性有状况。好，如果上帝说，你小组长当得不错，你来当迦南教会的区长，你要不要？哦，不行，我还是一个执事，我不能够，我不行。啊，上帝说，你来当桃园市的市长，要不要？要。好，现在当市长被关的几率都很大，你可能要考虑一下。但是如果你有上帝给你卓越的灵性，但以理真的就被关过啊。但是关他也关出来，而且关出来之后关更大，不用害怕。好，被关，好，就算被关了冤狱，但是上帝让他卓越的人关出来之后，他的官位更大。上帝要使你居首不居尾，而我们要宣告天上的神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永无尽期的王国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一个属神的国家？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在建立耶稣基督救恩的头盔、公义的护心镜、真理的腰带、平安的福音鞋？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把这个救恩与人来分享？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走在马路上面却没有头呢？你看到这样一个无头的人走在路上，你会怎样？吓死！好，这根本就是僵尸出现了。如果教会一群基督徒出去到社区，出去到这个社会当中，看到这个人这么多的人，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的头是谁，就像是僵尸一样。基督是教会的什么？教会是基督的什么？当教会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却头没有带出来，一群基督徒在对面，或是在前面，或是在同林百货，在那边喝咖啡、聊是非，开始口袋脏话，然后抽烟、喝酒、吃槟榔。好，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很神圣，好，然后出到外面之后呢，每个人这个各样的奇形怪状，头到哪里去了？好像一个僵尸一样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教会，我们在社会、在职场、在我们的住家社区当中，我们要彰显基督的头。阿们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要彰显我们的头基督，我们要彰显我们的元首基督。好，我们要彰显我们的头，他是我们的头，要让人知道为什么人家都在作弊，你却不作弊；为什么每个人都在骗，你却一点都不欺骗；为什么大家都唯利是图，但是你却坚持要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，因为你要彰显基督是我们的头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也愿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有但以理卓越的灵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邀请大家站立起来，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。当你今天听到这篇信息当中，听完之后，我相信神要带你进入一段祷告的日子当中，
这个祷告的日子不再是为自己祷告，不再是为你的眼前祷告，而是你要有智慧的祷告。你要看见天上所要发生的事，地上要成就的事来祷告。愿上帝帮助你有那卓越的灵性，能够成就神所要成就美好的事情。任何的环境，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，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，你不要惊慌，更不要惧怕，全能的上帝保护你。任何的环境，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，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，你不要惊慌，更不要惧怕，全能的上帝保护你。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，全能的上帝，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。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，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。举起我们的手宣告：主，你是我的磐石。让我们的手向神来举起，主你是，主你是我的山大寨。声来宣告：主你是，主你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。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，全能的上帝，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。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，全能上帝他必保护让我们牵起你。隔壁的人手，跟隔壁人牵手。主你是我的磐牵起你隔壁人的手。主你是我的山寨，主你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。但以理他通过这样的危机，关键在于他愿意学习，他取得当时世上最多的智慧、最多的技术、最多的知识，但他也用最多的时间付代价在祷告。或许你的生命、人生正在遭遇危机，或许你的工作正在遭遇一个瓶颈和挑战，或许你的学习的道路有一些问号，有一个不清楚、不明白的地方，甚至你身体的状况、家中、婚姻、经济可能出现了问题、裂痕。但是任何的环境不要惧怕，因为全能的上帝要与你同在。你只要向神祷告，你只要向神来呼求，你只要能够维持你心中那卓越的灵性和正直，拒绝一切的恶事，守住你心中的纯正，紧紧抓住上帝每天要给你的话语，让上帝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照亮你前面的方向，引领你人生的道路。你要化危机为转机，上帝要使你能够突破重重的关卡，带领你出死入生。上帝要让你从火坑当中能够勇敢的走出来，完好的走出来。上帝要让你从狮子坑当中被提拔出来。上帝要使你提升，而你只要开口向神来祷告，
我要邀请大家用短短30秒的时间，向神来祷告，求神赐给你卓越灵性，求圣灵来帮助你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要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为自己来祷告，主啊，赐给我们有带领卓越的灵性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你的启示，能够明白神你的奥秘。因为上帝，你调度天上地下一切的万有，你把各样智慧赐给人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出艰难，出在监牢，主啊，让我们居首不居尾，居上不居下，主啊，使我们能够成就神你所要成就美好的旨意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使用我们。谢谢爱我们主耶稣，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谢谢爱我们的主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主你是，主你是我的磐石，主你是我的山寨，主你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力量，我的更大的宣告说，主你是我的磐石，哈利路亚。主你是我的磐石，主你是我的山寨，主你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，主你是我的力量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，主你是我的力量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。是的，神，你是听祷告的神，你所赐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充满了指望。明天是新的一天，今天就是最好的日子。上帝，我们期待你的救恩临到，赐给我们有救恩的头盔；我们期待你的公义临到，赐给我们有公义的护心镜；我们渴望你的真理临到，让你的真理能够成为带子束在我们的腰上，让我们有力量。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穿上平安的福音鞋，让我们到各样的环境、各样的地方都能够见证基督的同在。因为你是头，我们是身体，我们是你的枝子，我们是教会，我们是一群。主啊，愿你赐福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每个弟兄姐妹，不论在哪一个牧区，在每一个小组，在哪一个地方，主啊，你都看见，你都要与我们连结，与我们同在。再次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活出带你卓越灵性的生命，在我们的接下来的日子当中、年日当中、岁月当中，也使用我们的国家，居首不居尾，居上不居下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爱我们的天父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、圣灵的感动，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有但以理卓越的灵性，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那么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流注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，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
今天礼拜到这边，请彼此祝福，我们下礼拜再见。